后来过来这件是发生伫桃园的八德，半暝啊3点外，警匪遭相撞，牵连到无辜的民众。这个民众驶车驶到路口，互闯红灯的嫌犯弄到。加在无真要紧，这嫌犯是失控停车，警方马上向前抓人，伫车顶超出着毒品，甲3个嫌犯移送法办。警方咧约这台银色轿车，伊驶了有够紧，违规超车，搁弄红灯，想袂到呢。经过一个路口时，雄雄出来一台车，伊挡袂调，就那甲弄落去停落来，车头弄甲害了了，搁一直出白烟，画面看起来真惊险。下车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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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警方大声喊，落车出来弄破他门，将车门拍开，将人扭落来了，压制在地。支援一下。现场无因散步，过路人嘛惊一条。警方阁将嫌犯拖去到大路边。这个代志发生伫今日透早3点外，同市的八德区，警方成立玉山街，发现这台银色轿车违规，也阁驾驶心虚要走，往上面街走的时，阁走到介寿路。警方约到建国路口的时，嫌犯弄红灯去弄到一台无辜的车，才停落来。车顶3嫌犯有轻伤，警方伫车顶敲到丧尸烟弹，甲安非他命，前后约差不多4公里。是闯越红灯时撞击横向车辆后停止，民警立即上前破窗，将3人拉下压制，在车内查获依托米脂等毒品，全案依法移送侦办。嫌犯无顾用路人的性命安全，一直走，警方事后成功将这3嫌犯抓到，移送侦办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